各位街坊，大家好，我係叻媽，歡迎返嚟叻媽教室。最近叻媽收到唔少準業主私信，大家都話就快收樓，心情又緊張又興奮。好多街坊其實都係抽中新居屋或者綠置居，開始準備裝修。不過開心之餘，大家同時都會有好多疑問，例如裝修未開始之前，到底家居保幾時買先最穩陣？裝修期間又保唔保得到？所以今集叻媽就同各位街坊慢慢拆解清楚。另外，先提一提，如果各位街坊平時都有房屋問題想問，又或者想了解更多關於居屋、公屋同裝修嘅實用資訊，其實可以掃畫面左下角個 QR code，加入叻媽嘅 WhatsApp 群組。入面除咗叻媽會定期分享保險條款分析，其實仲有好多街坊一齊交流經驗。有時一個問題，其實其他街坊已經遇過，大家一齊研究，往往比自己一個人查資料更容易惹到答案。好啦，講返今日個主題，其實好多街坊都會問叻媽，到底家居保幾時買先啱？叻媽自己咁多年買過幾次樓，裝修過幾次屋，我自己嘅做法其實好簡單，一收樓就買家居保。點解會咁做呢？其實原因好現實。首先，裝修期幾時完，真係冇人可以準確預計。好多街坊一開始都諗住2個月裝修搞掂，但實際上經常會遇到師傅延期、材料延誤、驗收要執手尾等等情況。結果3、4個月都未必入到伙。如果等裝修完先諗保險，拖下，可能半年都冇保障。第二，其實家居保費用並唔算高，基本家居保一年通常幾百蚊至千零蚊左右。換句話講，一個月分分鐘平過一餐飯。為咗慳呢幾百蚊而冒住可能幾十萬甚至更大金額嘅風險，其實未必值得。第三，好多人其實都會諗住遲啲先買。不過裝修期間真係好多事情要處理，例如跟師傅、跟工程進度、處理材料等等，一忙起上嚟好容易就忘記。所以叻媽自己嘅習慣係收樓嗰日就搞掂保險，費事之後再諗。另外，其實有啲家居保仲會包括其他保障，例如部分保單會提供全球個人財物保障，即係外出時如果有財物遺失，都有機會得到賠償。雖然金額通常有上限，但有保障總比冇保障好。不過講到呢度，叻媽都要同各位街坊講清楚一樣事情，家居保喺裝修期間係有保障，但並唔係所有情況都包括。首先要搞清楚一個基本概念，就係火險同家居保其實係兩樣唔同嘅保險。火險主要保障樓宇結構，例如牆身、天花、地板、原裝窗戶等等。做按揭時，銀行通常都會要求購買。而家居保主要保障屋內財物，例如家私、電器、衣物。同時亦包括第三者責任。舉個例，如果原裝窗戶被強風吹壞，通常火險會處理；但如果業主裝修時換過窗戶，呢啲就會被視為室內裝修部分，可能要由家居保處理。講到裝修期間保障，其實不少家居保都會有一個部分叫做室內裝修或翻新工程保障。不過呢個保障通常都會有幾個限制。首先，通常會有工程金額上限，例如10幾萬或者20幾萬。如果裝修工程金額比較高，可能需要通知保險公司。其次，通常會有施工期限，例如60日。如果工程期比較長，都有機會需要通知保險公司。另外，保單一般都會有自付額，即係墊底費。例如水損，可能要先自己承擔部分金額。另外要留意一樣事情，呢類保障通常係保障家居財物損失，而唔一定包括裝修材料本身，例如新買嘅地板、瓷磚或者材料。講到家居保，其實仲有一個非常重要嘅部分，就係第三者責任保障。如果裝修期間發生意外，例如漏水整壞樓下天花、窗框跌落街整壞車，甚至火警影響鄰居，呢啲情況就可能涉及第三者責任。家居保嘅第三者責任保障通常金額好高，由幾百萬至幾千萬不等。叻媽亦見過案例，例如爆水管浸壞大廈設施，管理處最後追討維修費。如果有第三者責任保障，就有機會透過保險處理。不過另一方面，保單亦會有唔少例外情況，例如自然損耗、水管老化、投保前已存在問題等等，都可能唔受保障。仲有一條好重要嘅條款，就係空置單位條款。好多家居保都會寫明，如果單位連續空置超過某段時間，例如30日，保障可能會受影響。所以如果裝修期間長時間冇人住，其實最好通知保險公司。另外，仲有一個情況需要注意，如果第三者責任事故發生，有啲人會即刻私下賠錢，但一般建議係先通知保險公司，由佢哋處理索償程序。所以如果總結整件事情，
其實叻媽有幾個實戰建議俾大家。第一，一收樓就可以考慮買家居保，唔使等裝修完。第二，購買之前要睇清楚保單有冇包括裝修期間保障。第三，如果裝修工程比較大或者時間比較長，最好通知保險公司。第四，如果裝修期間單位長時間空置，例如超過30日，都要留意空置條款。第五，裝修之前可以問清楚師傅有冇買勞工保險同工程保險。好啦，今集叻媽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。其實家居保幾時買冇一個絕對答案，不過叻媽自己習慣係收樓即刻搞掂，費用唔多，但求安心。最重要其實係睇清楚條款，知道保障範圍。如果各位街坊對居屋收樓、裝修或者保險仲有疑問，其實可以掃畫面個 QR code 加入叻媽 WhatsApp 群組，入面好多街坊都會分享經驗，有時比單靠自己研究更加實用。如果覺得今日內容對大家有幫助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分享俾其他準備收樓嘅街坊朋友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